多謝各位觀看呢段片，我知道其實而家好夜。我知道 AED 5撞車呢件事比較嚴重啲嘅係，而唔知道呢架車會唔會成為全港首架雙層電動巴士退役嘅，但係就希望唔會啦，希望會重建啦。就算唔會嘅話，都政府有透露到話要求九巴購入390部嘅電動巴士，而其中一部可能係去點講咧？replace 即係代替翻 AED 5嘅，但係都希望佢哋重建啦。雖然我知道會貴啲，咁多謝各位觀看呢段片。如果中意嘅話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，想嘅話就 share、comment。下次見，拜拜。